Ina, mandiyan saan? Kailangan, kladyo na ni Pulalang Andre. 来坐这里了，丹丹，麻烦拿主语客厅，我是阿翔。我是布拉多扬。 Kaya tina kalabu. 伊娜今天想要跟你聊一聊关于吃的主语要怎么说。他喜欢吃那个爸爸面馆，啊，这面，他觉得他是这个是是他近期吃面吃的最好吃的一个地方。真的、哦，教了什么朋友？ sama kang tazo面ne mazo udong. 那教我们这句好了。我喜欢吃什么？北方面食馆，还要打广告。八方面食馆，八。你讲这个。 Jangle anto zo面ne mazo zo mazai papa 面馆那zo. 阿鲁，你说我最喜欢吃爸爸面馆的榨菜肉丝面母语怎么讲？太长了。我最喜欢吃榨菜肉丝面，这样了。用母语。对，jangle anak mata papa 面馆榨啊。菜肉丝面。 Jangle这都是面啊，因为这udong啊，udong 是面呐。 它是台湾因为有族语分很多种，有乌冬，也有米粉，也有那个水。米粉是什么？米粉是米啊粉，台语哦。我的夫妇在说啊，搞不，阿里发也蛮多的，什么做大半条面嘞，用国语直接对，半条面嘞。哦，将来那蛮多米粉你妈这爸爸面过三碗，哦，好重新。三碗，将来呀那，将来啊将来啊啊蛮man，大米粉。打米粉，打乌冬，的乌冬，对是爸爸面馆，爸爸面馆，伊嘛三瓦在卡拉巴，三瓦阿拉瓦斯，伊嘛在九镇，哦，九镇是哪里？潮州。怎么有别人呢、将来呀那man大八代是，对吗？八代可以吗？还是八要代是我这样讲对吗？饭呐，就米饭呐，米饭？八代啊，肉燥饭吗？可以，听得懂。比如给他豆蛋到不久了，啊，冰的豆给他干豆大蛋到不久了，几个刀啊？八代几个豆你干嘛这么个讲？喂，不久啦，因啥不久了？要不久，因啥不久？就是煮过的那个肉嘛，就他喜欢配饭呐。那个全部怎么讲？八豆蛋。饶舌了。将来的阿罗啊，蛮多八代比那豆蛋多不久，三碗。假如你是我，你重念。我喜欢吃肉燥饭。将来那蛮多八代因啥比那不久烂，三碗好了吧？好，将来这你要把喜欢放在前面。将来那蛮多八代因啥好念一次。不久烂，啊，比那豆蛋多不久就是。有越讲越我本来想要本来很有自信咯，不要了。我要附送，你再念一次。将来呀，将来呀，将来呀，man，大八代，因啥，因啥，沙巴豆的不久了。沙巴豆大不久。好，掌声鼓励。有呢。那问一个问题好了，像我们刚才吃那个鸡翅啊，那不是有一点辣吗？所以那个这个辣，这个口味要怎么形容？像那个是辣的，就是都是一定要加那个喜欢这么这。没有就不用辣的怎么说？这个鸡翅有点辣。刚好我们有酸甜苦辣，要怎么说？做他烧那来做骨头诶，macam mengata sa lawa sama mengata sama，酸的是咖喱这个是酸的，咖喱这个这个是酸，咖喱这个是酸，咖喱这个不是咖喱，不是咖喱，咖喱这个，咖喱这个，是是酸的。咖喱这是喉音啊，酸甜的，甜的，kalam kam iswa kalam kam magta kam iswa amang za kalam kam na soy ko kalam kam讲的是
你很甜美。奇鬼，他没有这他讲他自己的，他听多了。酸甜苦。对，那个是巴龙公公啊，酸甜。苦的。你说看了这个，你说看了公公，你说看了这个，你说什么说苦吗？你说那个苦怎么讲？不要流眼泪。太苦了吗？生活。看有没有真的，我们可以有场外支援吗？怎么念？我们来看。颐乐园教我们的是嘎迪亚蒂。嘎迪亚蒂，对，忘记了。你说嘎迪亚蒂。如果我不敢吃辣，我要怎么跟人家讲？那从来mandam macam。ini aja mulai ta。对，我不喜欢吃辣的。anam tamacang。tamacang。我也有听过人家说阿努，那什么时候用这个字？阿努，比如说叫人家吃。昨天嘛在家因稍微啥，蛮这手岁，都阿努就是阿努就是，比如说我们叫就是阿里阿尼就是不一样的，是阿努就是大家一起吃。阿尼，阿尼就是阿努就是叫你吃饭，阿尼就是大家一起这样，就像是阿努，像是指明一个人阿努。有的时候会骂人呗，你都不吃东西，说什么阿努，就是这样骂人，也可以用那几句嘛。阿里阿尼呢，这就是大家。比如说的不来练了嘛，这里在阿努嘎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子。你请吃吧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阿里安尼呢，就会就是这样。就是人家当然每次就一直吃，都快吃完了才给人家吃，是吗？是这种吗？人家才吃。对，个乱难，那也不少你这样。先给别人吃。先让我们的客人吃，我们等一下再吃，这样子。所以刚才我听到一个重点，马南。马南南是指先马南南的对，先吃的不来乱，先给客人吃。马南南的不来乱，不烧你马你真热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一种用很亲切的口气去。那什么时候我们说假安脑没有？就是一个东西假安脑是全部，对，有啦，有这句话，但是我们聚在一起是说。一样是阿里加安脑，就是要就阿里省略了，我们就用那个加安脑，就是全部我们一起吃。也是我们全部。对，一样加安脑，因为加这个字是指我们。加安脑，我们快点吃吧。对，阿里那些全部一样。阿里跟阿里，阿里干你也是可以。阿里加安脑，知道吗？阿里加安脑。对啊。然后加安脑就吃。阿里干你呢，就是我们那个饭好像在那边了，所以我们要到厨房吃。只有这，我们形容的是在这里。阿里加安脑那种，就是你就在那边的厨房那边。哪里？厨房。对，因为平常都是到那里去吃啊，都是这样。那如果跟不了乱太饿了，我们先吃了，要怎么说？没有，那主要是哪里安念呢？就是我们先去吃。那出浪来真，阿里安念了呢，我们就不管你了，这样。对，就是你们就先去吃啊，就不要理你。那我们先吃喽。你就说马那那么热呐，就是马那那们。多少？我们先吃哈。多少呢？那我们先吃这样子。我们先0.5倍速。对，马那那们热呐。马那那们。也可以讲是那马那那们，这你一定要先跟你的老人家这样去讲究。那马那那们热，管你。马那。好。阿努是阿麦啊，马那你再少。不是这样，这个很重要哦。阿努是阿妹啊，我写了，还有指挥哦。听众朋友看不到，你哪有指挥哦？我写了。那你吃了什么？我们是不是要问说，为什么你先吃了？阿妈属一男。你在外面吃了什么？那么到我懂你咋少？我说这个问对吗？阿妈属一男，阿妈属一男。阿妈属一男。所以那个口音要知道要会。阿妈属一男。
这样就是在问，这个是一个问号了。阿妈属于那，那我就可以回答。那阿妈达巴代啊，巴刀当达巴乌九。阿妈属于那里吃那么多，哎，吃那么多，要怎么形容？什么料？什么料？慢。什么料？什么料？就是吃很多。什么料？什么料？慢喂。那不会，马嘎子哎不是，我肚子很大，马乌拉不是了，乌拉了，我戒了，乌拉了啊，就这样啊，你这个不要学了。那个姐姐啊，姐姐，剪成预告。什么格里吉诺慢？什么格里吉那慢？呀，吉那乌拉就不会变胖。什么格里吉那慢呀？吉那乌拉了。那真吃少，什么格里？吃多，什么料？什么料？什么在那一带着你一起，就是吃一碗就够了。是不是在那一带着你一起？要进来一不多，就说不要吃得太饱了。哦，那个也是一句话，就是在骂他的意思了。谁骂谁？外面的人吗？对。我还有听过，我讲过阿南跟阿南的不一样的字。阿南是容器，放，不是说呢，但是音赏。阿南是吃东西、吃饭吃。哎，那个呢？哦，你说放在容器放。知道怎么形容？我把饭放在碗里面，就是有烧，比如说我多阿南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刚刚在讲的阿南就是吃的东西，比如说鸡肉也是阿南一样，糖果也是阿南，但是不要形容是什么东西，就是全部都是吃的这样。阿南这样。嫩哦。对，嫩，而且阿南是容器一个碗，随便的容器，反正放东西放那个就是阿南。那餐厅呢？外面那些，像这个88面食馆就是一个餐厅。阿南啊。对，是阿南可以。哎，说那慢就是也可以讲那样，萨瑞那慢，那出入。这个才叫餐厅了。说那出入阿南这样，就是很多人去的地方，就是表示餐厅了。很多人去吃饭的。对，地方就是餐厅。说那出入叫阿南，也可以这样，就是餐厅了。可是你让你变小声，我们像在图书馆。对啊。说那出入叫阿曼。可以，听懂的。对，阿南。说那出入叫阿南。哦。对，就是在那边吃东西，有很多人在那边吃。No zaman乌阿南的都市。知道，我知道是什么。巧克力都市。都市。安保。安榜就是沙的大红茶的乌甲，卡冷根根，对，就弄出就有乌甲卡冷根根，对，甜的沙。阿万那这是我的早餐。那时候一难。阿万那带抓乌。阿万说有一难，阿万那抓有一难，那阿加曼，对，那是早餐的阿加曼。哦，懂了。好了，好累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了，我先走了哈。好，伊娜也累了。然后那山路是因真的了，嘛说就是阿道就是。听众朋友要想一下哦，不要只有我们在苦恼。对，你的午餐吃了什么？对，我们的ini bibi， 咕嘎那笑，鸡汤哦。
哎，对，哎，你看，对，这是正确的话。对，你就有那个词就对啊，笑，对，骨嘎笑。啊，云南但是因整这骨嘎笑，骨嘎笑这个字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往上了。ini Isra mau tak？ Isra 除了骨嘎还有什么？除了那除云南。没有 Isra 下午点心。masuk Inan masuk Inzeng ali。什么啊 ？masuk Inzeng是下午。masuk Inzeng。masuk 因为那个属于点心之类的。对，我的点心我吃了面包。那个是母语吗？安饼是什么？面包。我以为是汉堡。那曼达安堡。汉堡跟安堡这是一个称呼，但是不是面包。汉堡有加肉加什么这样才叫安堡。阿凡达中午那个下午的吃的。阿凡达中午点心。阿凡达中午点心。阿凡达中午masuk。阿凡达中午Inan tak masuk Inzeng ali。masuk我怎么这么讲？重新。晚餐。我Ivan urisi pavada urisi velita pada ijasa。我从外面买饭回来。每一次都是吃外面。你就也很少在煮饭啊！我就抱怨了。我的形容就是要在每天都在煮饭，所以我叫他有的时候也要吃家里的饭。对，晚上就是吃家里。Acina mana lavata ijasa anan mana cinta insane cuma ca nokta ca ina caban-caban avan ca sejali bacani cina ca anan ca si vala-vala都ca ina caban-caban。我们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。安妮。安脑。加安脑。对。我想起来，加安脑。马南南。马南啊还有什么料跟什么蛤蜊？什么料？什么蛤蜊？吃很少。那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，欢迎到下方的说明栏复习。今天的节目到这边，那我将与你一见那么怎么难。